嘅學生係咪？嗱，我要講清楚，天安門裏邊嘅學生係和平撤離嘅，死嘅人係天安門以外木樨地6號口嗰度係發生暴亂，六四事件死咗、傷咗、犧牲咗，俾武器搶咗，俾市民搶去武器嘅士兵，嗰啲士兵都係17、8、9歲左右，佢哋面對危險，為國家、為利益而去犧牲。而支聯會李卓人一直係冇講過我哋嘅軍人嘅死亡數字同埋傷亡數字，佢哋只係一面倒咁樣話天安門廣場係屠城，呢個係唔客觀同埋係居心叵測嘅。翻去慢慢研究下，就唔好一面倒。